乡亲啊，继续来看37年前真红的电视剧《守着阳光守着你》，搁来拍新的版本。除了甲片名甲主题曲摕来用之外，其他拢是新的，剧情是新的，演员是新的。就位阴暗开始，拜一到拜四暗时的9点来播出。特别邀请得过金马奖甲金钟奖的李千娜来演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哩剧中的名就叫做林玉珍、林玉珍，甲我共名。所以这个开播的记者会，公司就特别安排李千娜甲我两个林玉珍来见面，现场真趣味。熟悉的旋律传出经典电视剧《守着阳光守着你》，是真侪人的回忆。即马新版的就要伫电视上甲观众见面了。第一个巧合，我是同乡，对，同乡。那么第二个巧合呢？千娜在剧中的名字叫做林玉珍，林玉珍。你该不会是林玉珍？没错，没错。特别安排台语主播林玉珍甲剧中李千娜所演出的林玉珍见面，场面是真趣味。佮加上水源界、吴品姐加新生代，甲资深演员陈文山，新版的除了片名甲主题曲同款，剧情完全无同。那其实我们拍这出戏是延续我们华视我们的制作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展现。对爱买校园恋爱一路演到出社会，新版的《守着阳光守着你》描述人生中拄到各式的难题，谈论爱情、亲情甲友情，到底林玉珍的一生会如何发展？观众持续锁定就知影。